站在这面墙前面，会有一种惊叹：贴附整栋楼的外衣有厚度的立体浮雕，几吨重的陶土，全靠陶艺家朱邦雄独立完成，不畏风化，还能增加建筑强度，这是陶壁艺术。如何彰显我们的这种视觉张力？那才是最重要的。这种美很轰轰烈烈，但也可以美得像印象派图画中的小屋。绿草皮上的咖啡厅，让美浓窑像色彩缤纷的画布。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我是拿来作为我创作的画布。论创作可以很形而上，前卫概念要成真，文化涵养、工程、理化、科技理论等根基缺一不可。带进校园传承，常让学生热血沸腾。我对学生去做传承的时候，学生听起来很过瘾。艺术总在相信与不相信之间迸然成就。朱邦雄从不掩饰心底的骄傲，因为作品本身自有折服的能力。英国伦敦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坐了36个小时的飞机到台湾来，他目的也是在看我的作品呢。他摸着我的作品说：“你怎么做得到？”展现信我莫疑的气魄，我执不是死守，而是冲撞向前。朱邦雄说自己有客家人不畏艰难的基底，没有极限。我从今天开始，若有可能我能够再晚20年的话，我这个使命就大得不得了。现今美浓窑和纸伞烟叶并称美浓三宝。朱邦雄这几年周游欧美和中国各地，走出台湾，企图让世界看见。我们会说后门懂报，就是学识真丰富，就像一本字典一样。青丘一本词典，亲有后温，亲有后温，归乡一本词典。陶艺家诠释土与火的生命，是意念，是抽象，也是自身的生命能量，无止境的追寻，但求尽情挥洒。后门懂报，秋秋一本词典，后门懂报，秋秋一本词典。